你一招，踮迄道功夫一定会加加。我学无完全，因一个失心了道的精神啊，赶紧来找人。哦。嘘。调停啦！你即摆是咧秘啥？有人啦！有人？咱两个即摆是老虎的家庭，你惊啥？对哦，才袂记啊。辛苦，辛苦，辛苦哈。扫。啊人呢？啊，你是搁咧秘啥啦？啊，我毋是甲你讲，咱已经办做老家的家庭啊，你老帮腔。你不是袂惊？老帮腔。放掉！这老房中哦，真正是唔捌伊个极无礼貌人。我三后白房，我规身躯臭毛，我担到老人。我甲你会晓打。我你自己目足臭的，唔通啦！是讲你人规身躯拢无淡啊！细汉区水传好啊未？传好啊。安尼甲我来灶骹斗3工。好人有好报，有水通我洗啊！哎，哦，你当我身躯，你共洗手啊？拄则互老帮手碰到规身躯淡糊糊，足臭的。伊毋是喷你的手，伊是喷你的头。哦，你死路！李彪，娘，李彪，水拄好烧，请小姐无闲。